后来乡亲啊，过47天就要选总统咯。蔡英文甲韩国瑜昨暝伫家己的水上乡造势大饼场，韩国瑜是伫万宁工商边仔的水竹路。同这个时间，蔡英文嘛出现伫隔无到1公里的中正路，两场拢超过1万人参加，甲这个嘉义县选举的气氛是炒甲热泼泼。韩国瑜当选，韩国瑜当选，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10月24日就是昨暗的嘉义是闹热滚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拢来到嘉义造势，双方的人马隔无到1公里，拢大声喊当选。交不出成绩单，只好政策买票，然后收买媒体。 全台湾90%的媒体跟网络全部被民进党执政党控制。咱的对手还是中国，一定会介入咱这届的选举。不要相信谣言，不要相信假消息。不管是比气势，也是比声量，当然嘛爱比政策。有票的同时，一定爱提出家己的成绩单。我们这么困难，我们水沟清了3000公里。 我们的道路铺了250条。咱今年第1季、第2季、第3季，咱的经济、咱的成长率，拢是亚洲4小龙第1名。双方的人马拢徛台支持，嘛，互嘉义地区的选举气氛是热到最高点。为刷来无到40天的2020大选，有关声量。